另外，即嘛是台湾职工小小的年纪13岁尔，我都摕到未积分7业的满分，因为呢，无愿意互囡仔接受即款台湾即款的填鸭式的教育。13岁这个老铁自细汉伫厝家己咧学，最近呢，买到开放式教学平台未积分的课程，帮助伊参加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的考试。伫未积分这个科目摕到满分5分，真正无简单。老铁后一步希望讲会使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亚竞赛。 变成台湾职工。好，我们圈录的内容。就讲伫厝内对伊无共款认真咧听，只是今日这个场景为房间换到清华大学。今年13岁，离见头前有淡薄仔歹势，这个老铁，甲其他同年岁囡仔共款爱上网络，毋过伊看的拢是开放式教学平台。最近伊去买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颜东勇伫开放式教学平台未积分的课程，有刷伊参加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的考试，伫未积分这个科目摕到满分5分。 真无简单。到半夜大概2、3点、3、4点，我还听到那个一直放出来那个影片的声音，我觉得好像比看那个连续剧还吸引他。其实老母自细汉就看出老铁的学习天分，所以讲选择陪伴囡仔伫厝的自学。即摆老铁毋但利用清华大学开放式教育平台，家己学微积分，嘛参加斯坦福大学的机器的学习，以及哈佛大学的计算机的课项，拢得到证书。老铁的下一步希望讲会使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亚的竞赛。 即阵讲，即摆网络拢无限制，透过免费线上学习资源，伫厝的自学，嘛慢慢变成另外一种鼓励囡仔主动自发、无压力的学习方式。